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27日星期六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汽車被縱火蔓延至民居，Reform UK 預測會成為最大黨；市民被神秘氣味困擾。大曼徹斯特警方正係調查一宗縱火案，事發喺9月6號凌晨 ，Rochdale Plexwood Avenue 一間民居，一架停泊喺屋外嘅汽車被人放火，火勢迅速蔓延至屋企。當時一名母親同佢嘅小朋友喺屋內熟睡，好在汽車警報響起，先及時帶同寵物逃生，冇人受傷。警方形容事件係可怕同有預謀嘅襲擊，相信係針對性行動。案件中，一名42歲男子因涉嫌跟蹤同串謀縱火被捕，現正保釋候查。大曼徹斯特警方呼籲市民提供線索，特別係 Rochdale 地區嘅閉路電視同車 cam 片段，咁強調任何細微資料都有可能成為破案關鍵。最新一項由 YouGov 針對13000人嘅大型民調顯示，如果英國而家舉行大選，改組黨 Reform UK 將取得311席，距離過半數字係差少少，預測會取代工黨同保守黨成為最大黨。調查顯示，工黨只會贏到144席，大幅低於上年大選獲得嘅411席，成為自1931年以嚟最差表現。保守黨更加只係得45席，幾乎全軍覆沒。喺大曼徹斯特 Reform UK 將奪得15個議席，包括副首相 Angela Rayner 嘅 Ashton-under-Lyne 以及內閣成員 Jonathan Reynolds 所屬嘅 Stalybridge and Hyde 同 Lisa Nandy 嘅 Wigan。保守黨就一席都冇，而工黨僅剩9席。民調亦都預測工黨多名重量級人物，例如 Whitehead、Cooper、Wall Streeting 同 Ed Miliband 都會失去議席。調查人士提醒 ，Reform 仍然未經過全國執政或者在野考驗，能否承受選民長期檢視仍然有待觀察。Stalybridge 邊緣嘅卡布魯克村居民近1年以嚟持續受一股神秘氣味困擾，有人形容好似煤氣味，最嚴重喺 Cairns 同 Carling 一帶。73歲嘅居民蘇麥達和話，氣味曾經令部分人覺得唔舒服，特別喺橋附近同保齡球場一帶最明顯。不過近期氣味似乎減淡。另一位居民 Liz Sweet 就指出，氣味會隨風向飄散，近 Castle Lane 十字路口都有聞到。而 Liz McCluskey 補充，最近3-4星期氣味最濃烈。負責當地煤氣管道嘅 Cadent 公司表示，過去1年已經22次到現場檢查，但從未發現天然氣洩漏。呼籲居民如再聞到氣體，應立即報告以便調查。至於其他可能來源，例如環境問題，可能需要環境署或者地方環保部門進一步跟進。不過暫時氣味成因仍然未明。繼舊年 Thameside 龍捲風之後，再次成為村內熱話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